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号早起新闻，我是陈哲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宜兰市延平路站一栋3层楼高的透天火烧，消防是对内底救出2个查甫人，送医了，医有关是救无回来。一楼的大火，甲天门拢烧甲红红，消防队赶紧牵水线拍火，因为还阁有人掉伫内底。有2个人住里面，他是租屋的，他还没有出来，还没有看到。这2位都是身体不便的身障吗？一位身体比较不便，那他是需要坐轮椅啊，坐电动车。火势控制了后，消防队员对1楼后壁的巷仔入来抢救，救出来的这个是身障者，也那另外一个受困的民众是伫3楼发现，不过找到的时，拢已经无性命现象。首先在其中一户的1楼后门发现一名受困者，当下接欧卡积极救出，送医4大福利。那随后在3楼的正面的门后方也发现另外一名受困者手臂2名，都受欧卡，都送往4大福利。2个人拢救无回来。这个火灾是发生伫宜兰市延平路一栋3楼的透天厝，西北暗时8点外导火，佮拖去到隔壁栋。附近居民表示，若是有听到爆炸的声音。起来看火都，你等下卡，你等下卡冲入去，是隔壁迄间嘛？是啊，那是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嘛？你感觉？你有听嘣嘣嘣是？我看是从电动车内底电动车插电的。附近的住户表示，2个死者拢是厝脚，其中一个是中风行动不便，另外一个是烤草的工人。详细新闻甲导火原因，还阁需要相关单位进一步调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今日咧高雄凤山的宝泰路拜5、拜6的半暝啊，也有一栋透天火烧。这一家4地人，其中35岁厝主的孙仔是走不出来，不幸死亡。巷仔内底拢是乌烟。这栋铁片加盖的3楼透天厝，位置3楼庆祝大火，迄时阵还有一个查甫人甲一只猫仔受困。厝主亲人着急冲转来，想要确认厝内底状况。火警发生伫西北透早，高雄凤山宝泰路一栋透天厝疑似位2楼开始导火，消防队派67人到现场。因为巷仔正的消防车无法度之外，赶紧用水线来拍火。2楼跟3楼都已经有明显的火焰冒出。那据了解，这个总共住了7人，那有2人外出，那剩下的这5人有4人已经自行离开这栋起火的建筑。高市消防局表示，厝内住7人，4台大做火。火警的时阵，2人出外，4人逃生。火势1点钟了后拍花，消防人员伫3楼发现死亡的查甫人，确认是厝主35岁孙仔。另外伫2楼也发现一只猫仔死亡。因为火势已经全面燃烧，所以温度非常的高，而且充满了浓烟，所以消防人员也没办法第一时间就入室去搜救这个受困者，因为他是受困，后来发现是在3楼后方的房间。初步检判导火点伫2楼，死者住伫3楼房间。消防局推估，因为2楼全部导火，死者向钢楼层后边锁顶当所不幸死亡。因为导火后领付助警器，所以事无安装。警察后续也要求厝主安装，各由火调科调查导火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捷运大安森林公园站甲善道书站，昨是去用头放火，警察是抓到一个72岁阿伯，伊是讲伊就是受要控制，即抓才专工对台中起来台北放火，加来是无造成伤亡。监视器画面因看到伫亚吉帽啊穿浅色外套查甫人挂大包小包行出查甫便所了无偌久，有民众赶紧走出来。台北捷运无平静，车北早起11点外大安森林公园站，互人放火。是要到2点钟了后，善道市站也连续发生火警，引起一个72岁老先生烧草啊，好佳在无造成人员伤亡。来，不要动。你证件有带吗？警方赶紧追查，抓到涉嫌放火72岁姓陈的老先生，佮发现伊犯案了后，佮去代替大楼内底放4方电钟火。初步询问了后，伊讲想要电钟控制引起关注，详细的犯案动机还佫调查。初步调查，那嫌犯1人没有其他共犯。那他今天所携带的纵火的一个物品，即是打火机跟稻草，单纯的就是在台中陈情没有接受到各界的一个重视，他问题没有被解决，他认为台北是比较多受到关注的地方，所以选择到台北犯案。
检犯这过程中，各变种险杂集。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发文指出，警方已经在下晡2点30分左右抓到嫌犯，各带回去。市府团队警戒各干部加强各车站巡逻，确保旅客安全。在案发现场，仙岛市站十部便所外口有封锁线，现场也有臭灰大味。就是会觉得说这样很可怕，就是可能会比较少搭捷运吧。如果之后都很多这种事的话，就是那种人为的那种。稍微有点粉末，或是对，很像对，焦味，对，会稍微觉得，因为之前中山的事件，对，然后也会自己会比较提高警觉。最近北捷状况不少，除了放火案以外，台北捷运中山站今日透早也发生有10人提刀坐车，引起民众惊吓，后警方召社会馆，hand车地方发现裁定，特别过年人较多，大众运输系统的维安也受到大家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伫咧中山站，嘛有一个查甫人半暝啊坐车炸刀啊，讲是要下水果，要保护家己用的，嘛去互警察移送法办。真侪警察伫北捷中山站甲身穿浅色顶衫的查甫人甲抓来，大家拢围来看。因为这四爽的查甫人身躯藏的这刀啊现出来，民众惊甲赶紧报警察。虽然讲这个刀啊是用来防身的，无摕出来也无伤着人。警方讯后，又依照社会特殊维护法，hand车地方法院来裁定。宋姓男子虽有随身携带水果刀，并插于口袋，而刀柄外露，并未予以挥舞，为免造成大众恐慌，本分局先行将该男带反所内，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警方调查31岁四爽查甫人，暗时12点外对信义区坐捷运红线列车到北投区，中途其他民众看到伊的胸坎落地啊有放一支刀啊，刀壳也现出来，看到会惊。有时间列车顶面紧急服务人甲骑落去报警。坐捷运的乘客讲，1219随机攻击事件了后，坐大众捷运系统确实多加注意，4口位啊临时部提高警觉。就是好像最近这个事件蛮频繁的，就比较少看手机，对，会比较看周边的人。多少会吧，警惕一下接近的人，多一份注意啊，当然注意周围啦，看有没有可疑人物了。去年台北捷运也捌发生有妇人人摕设计刀啊伫车厢内底挂纸，引发乘客惊吓。根据台北捷运警察统计，对去年1219随机攻击案件到即阵，捷运系统内底接到举刀啊报案，成案的有3件。依照北捷的规定，无经过许可袂使炸危险品，也是较会多起物件入去捷运的范围，拢要放伫手提包也是牌包内底。违者会使依照大众捷运法来解开罚。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寒流影响04市全台湾21个县市低温特报，其中有12个县市是柑仔色的灯号，温度可能降到6度以下。咱来看云图，今仔各地拢是侪云好天，敢若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半部甲恒春半岛会落雨。好潮冷却影响，透早温度会愈低，明仔载各地高温会爬转来到20度至26度，中南部的温差也是真大，嘛提醒观众朋友都要注意天气变化。今仔寒流就会豆豆减少，气温回升，拜三阁有一阵锋面会通过，影响台湾。寒流发挥，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侧北中昼11点半，山区气温降到0度。太平山中翠峰湖这所在出现美色，也可能看到树花景象，请不少游客翕相观赏。那游客来这看无色，连台北阳明山同款无落雪。这里是阳明山的二子坪，因为寒流来袭，现场当地气温不到3度左右，不过停车场还是停满了车辆。有部分民众坦言，他们是为了追雪而来，但是没有看到雪，觉得有点可惜。天气冷气机，不少人穿高袖啊、挂手笼，专心保安，都是希望用等落雪。无奈气温无够低，水气也无达到标准，让大家感觉真败兴。本来有人说。这里已经有雪了，然后我们就从另外一边赶到这里来，来了2个多小时，然后结果没有看到雪，就等了。那边是完全就是很亮，然后没有水汽，才刚到这，再等一下。中央气象署表示，要到拜日之时开始，寒流减少，气温才豆豆回转来。到拜三拜四，各有风面影响台湾。周3到周4清晨又会影响锋面通过，
然后后面有这个大陆冷气团或者是东北季风的这个冷空气会南下，那一直会到星期四的清晨为止。那星期四白天很快的这一波的系统就通过了，然后这个东北季风或大陆冷气团会减弱，温度就会开始回温。气象处表示，礼拜五开始，佫会开始回温。过年天气状况，目前看到冷空气的信号，暗过会加做热寒，因为还有一段时间要继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看联合报。台美关税谈判达成协议，南的饼过年前正式签署。行政副会长郑丽君按算这礼拜会搁再带团出发去美国。再来是自由时报，泰国国会大选，执政党泰自由党占到上侪席。总理阿努廷已经家己宣布胜选，这届三党拢表示讲会甲台湾保持友伴关系。最后是中国时报，南甲北强势通过财务和修正，中低收入户的老大人，若要装假喙齿，无要搁补助，若是要搁延续，就是地方爱家己搁想办法。继续来看屏东县的警察昨是掠毒品案，去到内部的一栋透天掠人，结果在嫌犯2个人，那像是摕一粒芭乐弹，冲去楼尾顶就袂瘾搁落来。最后是请因厝内人来甲扛落来，关义来配合调查，加在是无人受伤。霹雳小组入去到现场，唔敢大意。屏东县警方查备下晡执行毒品的专案，来到内埔乡一家透天厝咧敲炊，准备要掠细李的嫌犯。唔过无想到同行的细林的男性雄雄走去到楼尾顶，手里也搁若像摕炸弹，甲警方对架。我下晡来就安尼为啊，唔过在面顶啊。哦，手榴弹。像你安尼住伫隔壁，会感觉真危险的。哎呀，那的。好像有一个没有听到，他就有手榴弹了。他说不是有好几个进去，全武装。附近的厝边拢真惊吓，警方调搁较侪人力到现场控制状况，除了扣封锁线，也请嫌犯的阿进到场来甲考抗。经过差不多1.5点钟的时间，细林的嫌犯总算愿意配合调查，无造成人员的伤亡。他的手持的疑似爆裂物，他没有做什么表示，那是我们警方判断还有危险性哈，所以我们立即的通知相关的防暴单位来现场来做处置。一开始传出讲嫌犯手里体那像是炸弹，外界佫传出是芭乐弹。军方初步到场鉴定了后，确定毋是国军的炸药，所以交由警方接手处理，提转去监视。现场还佫查到安徽他兵700多公克。专案会进一步扩大侦办，也会理清这里的嫌犯是安怎雄雄走去，敢有牵涉其他不法的行为。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刚才看伫新北永和是有警察查到一台查拉车，要甲查无想到讲这个驾驶煞油门吹了就要走，最后这警察是开枪甲车炸落来，这车顶3个人现抓到就是一个通缉犯，佮伫咧车顶敲着毒品。警察大声喊停，白色轿车却是一直驶去，负责检查一直走，警方一直入，并且开枪。伫永和区中山路一段，4颗位的车真多，警驶时一度真紧张。警察对这台车单3枪来改阻止，刷来个闸停落来，搁再单1枪，驶车人才落车。当地互警方压掉咧，坐伫边的人员负责配合不爱落车，警察直接对头下入去，把人直接拖落车。原警依规定使用警械予以吓阻，成功压制犯嫌，现场无人受伤。全案警询后，依违反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请新北地检署侦办。车顶3个查甫人全部互抓起来，驶车的这个姓朱的查甫人52岁，另外2名乘客分别是4楼甲4顶的查甫人。车内也查到安非他命毒品，其中4楼的查甫人更加是一个通缉犯，也亲像负责检查逃走的毋拿接站。就伫台北市和平东路甲新兴南路口，警方进前后发现小货车交通违规。警方叫伊停落来接受检查，驶车人却是负责检查外停车，沿路抢棍来红灯来逃走。尾后则伫和平东路一段附近成功解查落来。当场查获车内安非他命毒品及私用工具等证物，父亲唾筛呈毒品阳性反应，依法制单举发及扣车，并涉危险驾驶部分一并制单举发。
两则案件拢牵涉毒品，依照程序移送司法单位来办理。警方也提醒，继续检查盗走唔拿危害自身的安全，更加可能影响无辜用路人。相关违规行为，警方也会斗阵来追究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来看日本众议院的大选，日本首相塔加之所带领的自民党是摕到316席，占到超过1/3，嘛创下2战以来新纪录。另外一方面，新的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是大失败。来看咱的详细报道。好的，主播，各位观众，日本众议院选举在8号登场。那么，经过1个晚上的开票作业之后呢，选举结果在9号上午是全部的出炉了。我们就来看到，在日本媒体报纸头版的上面呢，是放上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微笑的照片。那么标题上面还写着自民党拿下压倒性胜利，那么执政党获得2/3的席次。我们也来看一下在开票当时自民党总部内的画面。这届选举有高市早苗超悬的支持度带动，摕到压倒性的胜利。自民党已经占超过2/3的席次，达到发动修宪的人数标准，也创下2战以来新冠纪录。不过，相对拄啊成立的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会当讲是惨败。这届选举高市早苗伫少年族群甲中间选民之间有正悬的支持度。受到伊的底，伊唔着连过去引发政治现金风波的自民党候选人，也有伫选情正激烈的选区，也就是台湾竞赛山口正也，经过高市早苗徛台了后，隆重当选。另外一方面，在野党是输舔舔，甚至连现任的共同干事长安祖顺，有伫国会质询台湾出代志言论引发风波的宫殿乞也，一寡资深的议员隆重落选。所落来，中道改革联合的共同代表野田佳彦也会负起政治责任。虽然这届选举是让36党，搁再伫寒冬举办，就连东京都罕见咧落大雪。不过加上提早投票了后，整体投票率有56%，比顶届的选举也搁较悬。高市早苗将建立长期稳定的政权，那么台日关系渴望继续维持。不过这个中日关系冷冻，则是接下来必须要面对的课题。公司国际记者徐旭浩日本报道。这个大选，日本首相塔加之的自民党是摕到超级多数，那加上日本的维新会执政联盟未来若要修宪，是有绝对优势。咱的总统罗清德也刊文恭喜塔加之胜选。日本众议院选举开票，高市早苗的自民党摕到316席，达到2/3的多数。伊感谢唔惊寒来投票的民众，而且表示自民党甲维新党组成联合政府，提出全新的承诺。審判をいただきたかったのは、経済財政政策をもう大きく転換すると。責任ある積極財政を訴えました。这届选赢，唔但是战后高一个政党摕到的上济席次，更加是一场历史性的胜利。主要是高市早苗超短期的选战策略，也有伊个人的好名声。高市伫1月23解散众议院，压缩反对党反应的时间，而且避免金钱买台发价，也有政策辩论。当时反对党整合未顺，亲像中道改革聯合無通有效挑戰，進一步幫助自民黨勝利。共有する方が増えてきたので、半ばぐらいには、間に合いつつあるかなと思ったんですが、最後の最終盤にやっぱり時代の独特の空気に覆い尽くされて、しまったなと思います。もしそれが、与党の一つの戦略だったとするならば、してやられた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咱总统赖清德初八暗时恭喜高市早苗摕到胜利，自民党伫众议院选赢，展现日本选民对高市领导能力的信任甲期待。民进党祝贺日本众议院大选的结果，毋望深化台日关系。国民党恭喜高市，而且祝贺高市领导日本。早苗经济学会当振兴日本经济，成做东亚欢迎的助力，也期待国民党甲自民党继续政党外交。民众党表示，这毋但是日本国民对高市政权的肯定，更较展现民主政治的珍贵。执政者知影手里的权力是人民的授权，不时就要遵守依法施政的规定。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再来看美国总统川普要求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都要伫今年6月正式来结束，嘛要求双方面拢伫咧1礼拜以内都要来到美国的佛州来谈判。那佫无超好势，这美国恐惊都要加大力头来施压。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初7证实，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要求罗西亚甲乌克兰双方必须在今年6月进前找到结束战争方案，若无面临美方真大压力。当时川普邀请罗西亚甲乌克兰代表伫1礼拜内，到美国佛州迈阿密举行会谈，这是美方头一摆要求罗西亚甲乌克兰伫美国本土进行对话，乌克兰已经同意参加。Як і коли війна може справді закінчитись для України і взагалі для надійності домовленостей принципово, щоб були гарантії безпеки, щоб Росія не повернулася в Україну з третім вторгненням. 美國、羅西亞甲烏克蘭1月底甲2月初伫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首都阿布達比舉行2擺三方會談，不過攏無實質進展。羅西亞一直堅持烏克蘭必須放棄頓巴斯地區的領土。羅西亞甲烏克蘭戰爭到2月20日就即要4年啊。澤倫斯基坦白講，美方設定6月進前結束羅西亞甲烏克蘭戰爭的原因，是對今年11月美國國會其中選舉。川普政府必須要展現外交成果，不過烏克蘭民眾是真懷疑羅西亞方面負擔的誠意。Мали надіють, вони з перших днів весь час брешуть, не говорять ніколи. Говорять одне, роблять друге, і їм не можна ніколи вірити. 澤倫斯基也指出，美國正在推動一項新的倡議，烏克蘭甲羅西亞雙方暫停攻擊互相的能源基礎設施，正做降級衝突的頭一步。伊講烏克蘭已經準備好停止攻擊羅西亞石油設施，不過莫斯科也未回應，是不是在初7繼續對烏克蘭首都基輔在內能源設施出動400多架無人機，也有40多架飛彈攻擊。必須基輔的民眾必須覓地鐵來避難。在這麼寒的天氣之下，大家攏真歹過。Змушують жити в нелюдських умовах, без тепла, без світла, ночувати в метро. 烏克蘭上大民營能源公司講，對羅西亞甲烏克蘭開戰以來，該公司的設備和羅西亞攻擊超過200擺，去年10月到即陣就拄到10擺空襲。烏克蘭的輸配電系統營運商烏克蘭國家能源公司講，羅西亞透明大規模攻擊已經造成烏克蘭全國各地大停電。過那10萬烏克蘭民眾在零下20度的天氣，無電也無燒氣通用。廣視新聞鄭元慶編譯。國際上也有啥物大代誌？做伙來看世界。菲律賓甲美國空軍佇咧陸上海峽、南海空域聯合轟炸機巡邏實彈演習，加強共同作戰能力。57歲台灣唱水員參與日本亞馬庫基的調查行動來過身，初步判斷應該是上述中毒、酒精墮水死亡。印度的蘇拉吉昆島上頂的遊樂設施崩啊一半煞強行倒去，嘛造成一個軍警官來殉職，尚無13個人受傷。繼續來看咱國際唱水艦海鯤號潛水潛航順利完成，這大船也特別公開畫面，有專家表示講，對這影片內底會當看到海鯤號已經有載釣藏落去海底，這深度應該嘛是超過50公尺。後一隻國造艦艦海鯤號總共完成4擺潛水巡航。大船後一擺公開記錄影片，以空翕也個佇艦艦內底翕到的船隻方向控制，拍開排氣開關門，插入去到浮起回港完整過程，甲進行艙門鏡甲天線轉為升降這設施，更加公開發射走音游標畫面。其實這游標也是由中科院家己研發的。游標可以說是潛艦的護身符哦，它的原理是利用這個聲音來引誘。來襲的魚雷打擊錯誤的這個誘餌。當時是歐洲的國家就是拒絕出售，中科院就本着國防自主精神所研發成功。從它的水下鏡頭可以看得出來，應該潛深到達50公尺或更深。專家分析影片內底海鯤號藏到日頭無度通過海中，深度應該已經超過5.50公尺。也總統賴清德發文指出，雖然依照程序由淺到深，在安全甲品質前提下完成全艦性能驗證，穩健推進後續高攬的目標，希望讓世界看到台灣守護家園的決心。潛水潛航跟深水潛航測試，我們當然都會有排一些測試科目，測試的次數要看科目進行的狀況，會有所調整，不會只有少數這樣這個幾次而已，因為這個後面深度越來越深，花的時間會比較久啊。
看一下海鲲号海试的时间，对2025年6月17展开头一摆海上动态综合测试，后续半个月内也进行2摆普航。不过7月上旬检证了后，却是过147天，第1月27、28，结果再度出海普航，一直到今年1月26，台船近海的主动证实正进行潜水的畅航前置作业，并且伫2到30甲2月初5、初6实施。台船说明，畅航的测试正按照程序一步一步地进行。全高咱们机场预案有定伫今年的6月。记者综合报道。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当咧规划要搁卖台湾1批武器，若搁加上进前的甲咱国产的，这算起来差不多就是1.25兆。这美国总统川普也宣告讲，说卖武器会先卖互各方预算较悬的盟友，唔是先买就先赢，咁会影响咱台湾，是引起关注。守护国家，咱来支持国防特别预算，大家讲对唔对？前一天到南道县军公里参香，向乡亲呼吁，这是总统赖清德1礼拜内第5摆对国防特别预算的讲话。也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正规划一笔新的对台军售案，金额有200亿美金，大约代表6300亿，包含一个赢规模的精顶爱国者3型飞弹，并且引进新型雷达，要美军现役上先进的整合防空加飞弹组织指挥系统 IBCS， 那加上美方已经公告3500亿军事购买，加国产增币3000多亿，合计就是大约1.25兆。听讲中方对军售案真关心，更加甲美国讲，可能造成川普4月访问中国行程有变化。不过，伫国内在野党对军事购买预算也未让步。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美方的朋友觉得很紧急，如果赖总统真的觉得茲事体大，那么他就应该放下他的偏执。我们还是必须要经过一个民主审议的程序。那把所有的项目摊在阳光下，让台湾的人民知道。当时美国对外军售规则出现重大变动，川普初六签署行政命令，宣告美国军售不过再采取宣告新的模式，改做优先将恢复国防预算投入较悬，而且伫区域内底有这重要战略地位的盟友，各界关心是不是影响台湾。这一个顺位其实主要是川普希望把一些关于军售或者是更多关于军售的一些权利放回去他自己手中。当然的话，就是在一个国防预算的一个增长的幅度会不会或者是是否通过，自然有可能会变成是美国作为施加压力的一个手法。学者认为，川普新定强调战略优先加预算投入，对台湾是好歹拢有，是不是法度互美方感受到咱方提升自我防卫能力的决心，也真最决定性的因素。记者综合报道。电影《世纪血案》讲是对林家血案落去改编的，说完全无经过受害家属林义雄的同意，这是引起众人的批评。这主要演员拢已经出来解释咧，讲若是无摕到相关的授权，就应该停止后续的制作甲补偿。发生在1980年代镇压社会林体血案案发地点已经正做技工教会，不过最近一部用林体血案为本拍电影《世纪血案》，因为剧组承认无甲林义雄等人联络到拍电影，互人批评认为剧组做法无适当，引起真大风波。如果是其他好莱坞来讲的话，就拍摄这种悲剧的话，根本不可能用这种方式来呈现，包含就是完全没有带有这种惊异的角度，其实是完全不合适的。主演之一的演员杨小丽伫社群平台登文表示，若伫拍电影进程就清楚无摕到当事人同意，会直接拒绝演出。演林义雄的查甫并且夏定宏也声明会师的个表态，未来袂阁参加这电影任何活动。靠世芬也伫七月发文向林义雄一个伙会师的个看声剧组，无摕到相关人事授权进前，停止后续的制作甲传播。捌做过林义雄必须的监费田秋瑾，证实剧组无联络林义雄，也无得到同意。林先生他的家人什么都不知道，问题是他说他是根据林家发生的真实事情去拍摄电影，至少应该访问一下当时身临其境的人，到底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道德上面还有很多地方，我觉得最好还是要寻求当事人或是家属的授权。那毕竟像这样子的重大的案子，对于生还者来讲，它是一个很巨大的伤痛。学者认为，虽然林体血案已经正做公众领域的社会事件，不过道德上爱较严格，这是基本的尊重。这个进前记者敲电话后，感谢郭博胜不接电话。记者综合报道。对航空一架无人机飞来桃机场的时，这链仔刷落去，害这旅客是错甲。
加在最后是专员平安跑道是暂时封掉安全检查。在飞轮机顶有旅客是翕到要降落时，飞轮机的链仔煞家己对边仔连过，搁害到后壁一只日本航空的飞轮机哪手去搞掉。在机流方面是赶紧封跑道全面检查。刚才看台中的一间安养单位，员工咧用喙抓机的时，感觉这咧芳不介顺，要用这检车油煞去用到有石油气的油，喷落去随喷火星，规倒起来，加在这火是无弹开。三个人围斗阵，正伫使用这喙抓机，也毋过可能倒头蹲去，边仔人摕喷雾式的轮骨油甲喷落去，结果一时火光四界喷，也引导下面已经切甲脆脆的这个纸油，看火是愈烧愈大，三个人赶紧退开，也那边仔人也赶紧摕灭火器，甲火拍熄。他们使用了一些具有这些易燃性气体、可燃性气体的这一些润滑剂，而导致它有瞬间有一个火花的这样的一个产生，起火这样的燃烧，所以也同步的它旁边那些碎纸也有同步起火燃烧。这个意外造成一人轻伤，送病院加在无要紧。台中市西区一间安养机构员工当时正伫咧甲抓喙掉，也毋过已经连续使用30分钟啊，机器拢已经烧烧啊。也若当时员工无注意到，当时就用喷雾式的这个轮骨油甲喷落去，无想到内底所含的丁烷成分一粒就烧起来。它的自燃点在零下大概70到60度C， 那所以说呢，很容易烧起来。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时候，我们机器呢，原则上就是在室温左右，然后你这样喷洒之后，让它风干了之后，然后再来使用，才不会烧起来。李华老师讲，高压喷管内底主要成分是丙烷甲丁烷，因为烧点真低，拄着高温就烧起来。除了使用进前应该确认这管啊是毋是有破气，要喷进前也应该离这个有火所在较远的，要保持通风。另外要喷的物件嘛要降到25度左右，才法度较不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刚才看嘉义中部一个查甫人食酒食赌，佮塞车就路，伫咧台18线弄到机车，造成一个人死亡。这人佮想要走，去互警察移送法办，判伊裁定羁押。监视器翕到机车徛伫大路，不过后壁车无减速，直接甲弄落去。随来佫看到另外一台机车被火险，造成这个第2摆事故。哪边有骨折，哪边有伤口，问一下流血你再确认一下自己有没有四肢哪边有疼痛。救护人员到现场了后，赶紧将2名伤者送病院。不过78岁骑车这人倒涂骹了后，已经无喘气心跳，送病院也是伤势相当，不治死亡。意外发生在初7透早4点外，26岁姓黄的查甫人赛车经过嘉义中部乡第18线，去弄到78岁姓吴的老大人是逃走。3个68岁骑车这姓何的查甫人被火险，弄到了后倒伫涂骹受伤。警方要甲姓黄的查甫人抓到，发现伊啉酒甲食毒赛车。同日11时30分，查获黄姓造逃犯前，经警方施以快筛检测，呈现2级毒品阳性反应，另经酒测超过标准值。检方询问了后，认为姓的查甫人涉嫌啉酒甲食毒赛车，造成人死亡甲造成事故逃走，而且要走路，向法院申请归押核准。另外，伫台中车北第西区的陆军街也发生货车弄入去徛街事故，现在是无人受伤。造成事故的汽车司机甲警方讲，是因为精神无好造成事故。不过警方检视了后，发现超过标准。因未满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值，涉嫌酒后驾车公共危险罪，已依法逮捕侦办。连酒赛车防治团体讲，连酒赛车人内底有4成，1再犯，其中7成有食条的问题。这种事件一直发生，应该注重食条问题治疗。你不晓得他什么时候来，你不晓得什么时候出现，你不晓得他会出现在哪里。针对累犯，你不把他当作病人的话，你只有处罚他，对他来讲效果有限。我的酒瘾的问题还是让我喝了酒之后，我还是喝了再上。高秀真讲，除了酒食条的爱治疗。马甲这个处罚范围扩大到卖酒方面，甲车辆的提供者，加大这个防治甲处罚的力量，才法度看到效果。记者综合报道。刚才看新北的新庄的新北大道最近是有咧做天桥，所甲这水管误破，水是规个淹出来，交通是乱糟糟。市长侯友宜是表示讲，希望相关单位会当赶紧修复。
这路面大量自来水外泄，这车道受影响，新北大道、五江路口大塞车，今日靠近丰台速道，原来遮出现大量积水，是因为新北养工处进行跨新北大道的人行天桥工程，无适时弄破水管，自来水外泄，交通才大乱。园区施工的时候，路型有微调了，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我们基桩施作的时候，把这个自来水管打中？好，那这部分后续目前自来水公司会安排开挖，那到时候我们会再跟水公司这边做一个厘清。自来水公司派人到场关水管，防止积水面积扩大。因为这个水管最后供应新北产业园区使用，水公司马上向园区通报这代志。我们会尽量来进行供水调配啦。那可能晚上尖峰的时候，就是在我们施工期间的话，可能会造成送往这个泰山五股的水量不足了。新北市府成立紧急应变中心，指挥抢救，市长侯友宜了后也到场巡视。水车协力在备车，以及在整个供应水的水站，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预计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在明天早上能够顺利抢修完成。因为要抢修，可能会影响附近泰山五股等地居民用水，水公司会适度调节管控。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桃园航空城的安置主体已经有85%已经交出啊，不过若是伫咧安置土地住户家己要起厝的这部分，登记时间政府是干那按到今年的6月底尔。所以因为即马请无工人去签着工程的进度，因厝起好了后，这使用这招若要发嘛是较慢。主要的烦恼讲，若要领这条补助，恐惊是看有食无。甲95%验收合格，85%交厝完成的安置主体来比较，伫安置的区域，民众家己起的主体也伫管室。这核发建筑执照1433张，申报开工1369件，完成2楼楼板勘验的只有872件。民航局已经甲这个中介协助金1平3万，一户上悬300万，申请时间延延到6月底，要让这个安置户来安心。大家会担心说15%的补助会拿不到是吗？对，重建的那个量能非常大，大家都一起在盖，所以说有找不到工人的问题，所以说会耽误到整个工程的进度。除了中介协助金，安置户讲，安置的区域资金的部分，严格来讲，政府所定的中介时间，是伫去年2月点交土地开始算，到今年6月底，才短短1年4个月时间。佮加上使用执照核发慢，烦恼领事建无补偿费15%的配合加速开发奖励金，是看会到食袂到。将委托工会协助我们看现场，同仁的心力将会全部精进于书面的作业，所以我们有信心1500张虽然量是一个挑战性，但是绝对不会影响补偿费的核发。对着安置区域的民众烦恼讲，这使用执照核发的影响补偿费，建管处讲已经甲建筑师工会达成更加精进的做法，也呼吁民众爱来监督因造厂，对于工程的进度爱达到完工的标准。另外，地政局也讲，到时阵会依照这个实际情况，再做相关的检查。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是有民众指控讲，伫咧垦丁牧场附近有围网啊，差不多有围500公尺长，所以去卡到鹿仔角，已经有济回鹿仔去互网啊电甲无命。垦管处是回应讲，这几年已经有换较未伤害动物的网啊，一来全面清查。互网啊围条咧，细只玫瑰路变命力量哀叫，抑个公路鹿角，互网啊电甲暗。有被拍到的一定是极少的部分嘛，当然不恰当啊，而且是非常的不人道啊。那个是这样子慢慢被凌迟死掉的耶。民众控诉这网啊有数千公尺，已经在当地设10几年，长久以来对动物造成伤害。垦管处表示，这网啊早年是为防止农作物被破坏作为防护，这几年已经改较无伤害动物的铁网啊。往年林试所、垦丁牧场等单位，为了防止梅花鹿啃食高位珊瑚礁、珍稀植物的幼苗、牧草等农作物所设置的。学者指出，让网啊做农业危害防治是过去常常用的方法，时间应该有10几年。三项问题是会颠倒真济野生动物。季节性的架设电围篱，因为它架设比较简单，然后也比较便宜。
那它比较大的困扰是它的耐候性比较差，要做1年4季的防治的话是比较不理想。到那个整体。警管处表示，特别下晡派人去民众讲的，轻症牧场宿舍后边确实发现几啊个年代真久的未回落的遗体，不过澄清数量不是民众所讲的20多个。生体部分的网仔，佮通知土地管制单位，肯定畜产所巡查所涉的网仔，佮要求改造铁网仔。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最近这几年是真流行煮一种减肥茶，不过医师是表示讲，这减肥茶是一种药啊，唔是保健食品，有一定的副作用甲风险。这事业所目前已经接到21件，那就是资料有不良反应的通报，提醒民众唔通伫咧网络黑白买，以免买到假药啊，减肥无成，佮伤身体。就是这款俗称减肥茶的 GLP-1 受体促效剂类药品，原本用伫糖尿病治疗，后来真侪国家也核准使用伫体重控制。最近几年，伫社群平台引起热烈讨论，甚至出现网络代买加抢注的事件。也毋过有医师警告，减肥茶是处方用药，毋是保健品，有一定的副作用甲风险。有很多患者打完之后，其实在食欲的部分当然有明显的抑制，另外的很多更严重的会吃不下。甚至到严重的所谓的营养不良的情况都有可能会发生。最近国际新闻报道，美国有数千名 GLP-1 受体促效剂类药品的使用者，因为严重副作用提起大规模诉讼。英国药物甲保健产品管理局也发布安全警讯，提示这类药品可能有严重急性腰鞘癌的风险，包括罕见的坏死性甲致死性腰鞘炎的案例。咱国食药署是已经接到21件亲像不良反应通报，症状包括胃肠疾病、并发吐甲注射所在无爽快。寿司针属于处方用药，需经医师诊断开立处方签，药师调剂给药，切勿网购或购买来路不明的药品，以免买到假药或劣药。食药署强调，这类药品要经过医师依个别状况做专业评估才会当使用。部分减肥茶会当用伫12岁以上的青少年，也毋过多数有患汉成年人来使用，佫爱符合 BMI 等使用条例，也毋是每一个人拢会当适用。民众千万毋通透过网络，也是来路不明的管道去买，以免买到假药啊是歹药啊，减重无成，颠倒危害自身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的溪口国小过年之前举办社团成果的发表会，兼卖春啊，闹热滚滚，咱做伙来看卖。溪口国小书法社合成囡仔专心咧写要来预备春联，头前阁有面上期嘅社团核心带来成果演出。嘉义县的溪口国小伫过年之前，伫溪口北极点举办预备春联的活动，要趁这个机会展现合成囡仔伫合校社团的合适成果。我觉得我们学校非常用心，他安排了所有的活动啊，那像我们的扯铃、打鼓乐。那还有舞蹈，那让我们家长觉得小孩子有多样的那个参与。演出的社团除了真有气势的广告，阁有展现技巧的拍风舞甲踢毽子，这拢是溪口国小推广真久的传统技艺。学校表示，庄脚所在是大人无闲做事，除了重视囡仔的功课以外，较袂去注意社团的合适，借着预备春联的活动，互来参与的家长甲乡亲会当看到囡仔的表现。平常家长他其实很少机会能够看到小朋友他的一个平常的学习的一个成果，所以趁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也可以让家长知道说，那小朋友在学校到底学了哪些才艺，然后也可以让小朋友增加他学习上的一个自信心跟成就感。合校透过预备春联来增加社区的连结，社团的成果发表嘛，互乡亲知影合校延续的在地文化。过一礼拜就要来过年，偏乡的合校总动员，互囡仔做主角。毋若展现合适的成果，嘛提早替庄脚带来过年的斗热气氛。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湾人的传统拢会拍金仔来谢神，即马金仔是愈来愈贵啊！来看嘉义新港6当前，就用180公斤的金仔来拍一支金如意，即马介绍已经有到超过新台票9亿，做过来看卖。一块一块黄金放入去钢钢的壳仔内底。烧啊用气了后，才搁倒入去模具内底，等到用气的黄金冷气固定了后，才来拆外口的模具。嘉义县新港高智小展览艺术家谢东哲，捌伫2019年受到公庙的委托，用180公斤的黄金来做宗教艺术品。
咱这个天空庙拢有一个1、2变嘛吼，这个一支来转化做迄个如意，要用黄金落去打造。其实迄个过程阿庙正大，就是讲你落金啊，我差不多去170地，就要差不多半点钟就要落到完。谢同志是家己做庙行啊，甲这念家有名的艺术家，有替真侪公庙做宗教艺术品。为着要纪念迄当阵的委托，以后来阁有用灰啊，阁做一个石放伫厝内底做纪念。谢同志指出，迄当阵金仔一钱6000外，庙方就买180公斤，开买3亿的费用。即马金仔好价，价值嘛对咧压悬。迄阵啊，金仔一钱6000外嘛，所以总用起来照因的尺寸起来吼，伊买迄180公斤，应该是会至少3亿通啊。嘿，即马可能若像甲迄工走较上悬，安尼若换算起来就超10亿有无？谢同志表示，伫台湾的宗教文化当中，常常会拍金仔，也是用黄金来做物件送互神明，表达对神明的敬意。嘛，因为即阵黄金价销悬，才互黄金做的宗教工艺品又我得到关注。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3年一考的小人香要伫咧今年的3月初6世景3日，摕到金氏世界纪录108囡仔所组成的加工丁，这庙方今年嘛要来申请做无形文化资产。今仔新无共识做服装，帝国中形象配件，这是台南市林民俗南营5大香科之一的小人香科。到时今仔会办做36天宫、70基地刷，拢总108个天成星君，要展现传统顶头的文化特色。这嘛正做3年一考，地方民众真期待的重要民俗盛事。囡仔细汉我拢有带伊出来咧看，所以伊最想要参与啦。要交人安尼互动，讲离顶悬摕物件交人分享啊，会当祈求平安啊。过年期间啊，哇，压钢钉停在我们的骁龙文化园区，同时让我们很多的小朋友有机会打扮成小神童啊，好让你小朋友也可以进一步了解我们在地的传统民俗的文化。今年丙午小人香科5条王石要起考，其中8座精灵压钢钉专长201.8公尺，目前已经摕到金氏世界纪录的认证。庙方讲，今年进一步申请无形文化资产。另外，香科活动透过甲小人文化园区合作，买设迎春系列活动，初期到初5办真济亲子活动体验。庙方嘛邀请无共特色的百家种团来表演，互民众通去甲认识咱本土的文化。伊也是拢头旗帜辈出自伊一个这个老师出来所以因的比较，因的训练也好，不管是讲伊的表演也好，拢非常有达到一个水准因嘛拢一有通过咱所谓这个文资处所谓这无形文化资产嘛达到咱文化一个推广庙方表示，小人香过去捌断香过，民国76年才去恢复办理。今年香科对国历3月初5压钢钉隔平，3月初6至初8进行示警，3月11办消亡尊仪式，会完整呈现在地信仰的文化底底。记者邱彩南采访报道。再来看一种新运动，板式网仔球是结合天女术加壁球的特色，对西班牙请到全世界。因为较好学，也会当甲亲戚朋友来互动，即马是愈来愈受到欢迎，已经推广到超过90个国家，嘛是全球心中上紧的运动之一。这个亲像棒球、佮亲像壁球的球类运动，就是最近为西班牙红到全世界的板式棒球。Como tiene 4 componentes, es relativamente fácil pasar la bola de un campo a otro y como realmente existen también paredes, tienen la oportunidad de que rebote la pelota y no la pierdes como en el tenis. 比棒球较简单，拍过棒，球弹到壁一共继续算，节奏紧，煞相对亲民。板式棒球为数10年前为墨西哥传过来，西班牙人就真爱拍。Sobre todo porque los mejores deportistas del mundo son españoles y argentinos a día de hoy. Entonces en España se siguen creando clubes y a día de hoy se necesitan muchas más instalaciones y muchas más pistas. Es un boom terrible. 西班牙唔那世界拢能看到板式棒球球场，全球前10大板式棒球好手，西班牙就占7人，而且真济多学人免上课免受训练，也拍甲真好。Entonces me gusta esa sensación como del aire libre, el ruido que hace la pelota contra la pala, me recuerda mucho a esos momentos de playa con la familia en verano. 板式棒球唔那拍起来简单，伫享受到球刺激之外，也更用球回休。Al final siempre
juegas con amigos o con gente a lo mejor que no conoces, pero terminas haciendo alguna amistad. Y el pádel en muchos sitios tiene una cosa muy bonita y es el post partido, que termina el partido y te tomas algo y está muy bien. 目前，棒球已经曾经推广到全球超过90个国家，在英国更是喷射性成长。2015年，超过40万个英国人至少拍过一摆。球迷相信，棒球袂得大，若算过一摆，就会继续算落去，就会伫球场算甲是真快乐。公视新闻林记祖报道。 自英国人发明出第一台电视到今已经过100档啊！咱来看这段历史是安怎来改变咱的生活。 100年前的1月2日，英国发明家贝尼迪向世界展示第一只电视机 televisor。上早影像就是捌倒去红仔真无清楚的面膜啊，不过人类传播的革命自安尼开始。It was very technical, very complicated, and because Baird was such a pioneer in what he was doing. He had to be essentially making a lot of his equipment from scratch or using whatever he might have had around the lab. So the apparatus we have on display at the museum has parts of an old hat box and a bicycle lamp, and it was very DIY because he couldn't just go to a shop and buy the pieces he needed because television didn't exist. 贝尼迪电视的原型是机械式系统。1936年，英国广播公司 BBC 伫英国推出全球第一个定期放送的电视服务。而前雷达军事科技的突破，大大提升电视信号传输的距离。然而，真正互电视拖入去家庭的关键，是1953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典礼。Any TV camera in the UK that could be mobilised was mobilised for use during the coronation. It was such a large media. 不过，苏当时的电视真细台，加计就是现代电视的一半遐大。 Televisions in the 1950s were larger than Baird's televisors, but still very small. And the records say it's something like 17 people watching each television set. It went from this novelty that some people might have to, oh, I should have this in my home as well. 实际上，早在1938年，贝尼迪就已经暗算到电视的未来。 It is now 12 years ago since I produced the first little flickering television image. Today we have in London a regular television service twice daily with thousands of lookers in. Television has grown from a scientific novelty to a commercial service. 博物馆的展览规划人指出，贝尼迪也捌试着甲电视信号录落来，遗失了后经过解密，才证实这个方法会用之。 That was of course purely experimental, but who can foretell the future? 8年前，微弱闪烁的影像，让大家看到传播媒体的新时代。8年了后，串流、数位影音同时行，成做娱乐产业的核心。然而，电视的影响早就已经超过当年的料想。高视新闻林义竹编译。下播报天气写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8度至18度。 中部地区8度至21度，南部地区8度至22度，东部地区12度至20度，关岛地区6度至16度。个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干，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